大家好啊！嗱，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我本人駕駛嘅一啲心得啦，或者係叫做我自己嘅一啲習慣，我覺得係我自己嘅習慣啫，即係唔一定啱或者錯嘅，係我自己平時可能我自己會用嘅一啲技巧啦。咁當然用嘅技巧可能其他人都會用嘅。咁啊今日咧嚟分享一下啦。咁第一樣嘢分享咧就係我都唔知叫咩名。嗱，我幫佢作個名咧，就係利用路面上面固有嘅一啲標誌嚟到決定自己架車嘅行車位置是否正確，類似係呢樣嘢。好啦，啱啱講完咁大段嘢，實際點樣應用呢？咁我就喺呢一個彎嗰度啦，青衣呢度嚟到做一個解説，我係點樣做啦？點解用呢隻彎？因為呢隻彎係最能夠去解釋到我嘅個做法啦。喺呢隻彎咧就可以用一啲定地下嘅定點位啦，就係點樣呢？就係以我個人我個司機位作為一個標準。咁當然啦，每架車佢個司機位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咁但係你唔會話差太遠噶嘛。咁就係用個司機位嚟去定位，就係司機位坐住呢條黃色第三條黃色嘅呢條間線，然後一路唔攞太，一路直太，直至到個人坐住去呢一個深淺色嘅呢個中間交界位，先至開始輕微攞啲右軚，坐住呢個位開始攞啲右軚，然後坐住呢兩個渠蓋嘅唔知邊個渠蓋，唔記得咗啦已經，應該係兩個，你當係兩個渠蓋嘅中間啦。然後下一步就係坐住第一、第二、第三條黃色，即係只要我個人坐得到啱啱我所講嘅嗰四點，我自己覺得係最完美嘅行車軌跡嚟嘅。呢個題材呢，我一年前呢，我有拍過，係啦。你見司機位坐住呢條界，左邊大把位，佢都係向住呢兩個渠蓋嚟到行嘅。你有冇發覺啊？都係向住呢兩個渠蓋嚟到行啦。係啦，然後呢個角度，你有冇發覺個司機位大約係第三條間線？第三條間線啦，或者你唔好咁問水咯，坐正喺第三條間線呢條界，或者坐正喺呢啲位度咯，即係大約就係用呢啲定點位嚟到轉咯，係啦，即係例如嗱呢個角度啱啱好啦，個司機位坐正喺呢條黃線上面，或者黃線嗰條界啦，大約啦，唔記得咗啦。左邊線，因為發覺話好窄喎，咁點樣呢？其實呢，又係好低能，又係我自己發現，其實都唔係啲咩重大發現，因為點解呢？你試下同一條路你重複揸咗1000次啊，你好自然你會發現到啊！我相信有啲掛牌車長，即係可能你做咗10年或以上，你真係你同一條路你隨時揸咗過萬次。啲位你真係合埋眼都攞得準過我，唔出奇係咪？即係例如呢個位咁樣呢，我係點樣睇呢？好窄啊嘛，左邊又驚上坡，右邊又驚過界，其實好簡單啫，就係點樣呢？大家見唔見到呢？呢度明顯左邊線呢度係明顯分黑咗啊，中間呢度就係個司機位對正，即係坐正喺分黑咗嘅呢條邊界，即係大約呢個位啦，唔好坐正黑色喎。係坐正黑色同埋白色嘅中間呢條界呢，左邊係啱啱好唔會上膊，而且唔會過右邊線，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我行青衣西路嘅一個方法啦。好啦，咁啊，今集就係咁多啦。咁啊，其實都唔可能大家會話好基本啫呢啲。其實可能你其實真係好基本。好啦，咁啊，今集就係咁多啦，純粹小分享啦，唔知對你有冇幫助啦，或者你係八卦下都得嘅。好啦，係咁多。